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新闻，我是嘉豪。这传习会了后呢，美国总统 Trump 就讲，正紧就针对新一批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伫一场参议院的听证会就表示，因为美军爱先考虑到这伊朗战争的战备需求，会先暂停对台军售案。咱的总统府也强调讲，目前无接到美国方面的信息，也呼吁国会就要照常审查国防特别预算。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一礼拜内底公开回应2摆，会当就新的一批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还佫有要和赖总统谈话。不过，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伫咧参议院听证会顶头说讲，因为美军需要优先处理伊朗战争，先暂停这项军售案。We have done som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to them, and it's just right now we're doing a pau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we have the munitions we need for Epic Fury, which we have plenty, but we're just making sure we have everything. But then the foreign military sales will continue when the administration deems necessary. 总统，美方有暂停对台军售吗？跟川普通话会继续争取军购吗？面对提问，赖总统无回应。总统府是指出，目前无收到任何相关的消息。目前呢，并没有任何有关美国针对这项军售要进行调整的任何讯息。反倒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希望在国会当中有关于军售的条例相关的预算能够不要节外生枝。如期顺利的完成。驻美代表茹大雷接受美国媒体新闻头条的专访，强调中国侵犯台湾的可能性真正存在，台湾会当买武器，嘛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搁较强大台湾，就会当减少中国攻击台湾的机会。不过，国民党立委是认为美方对军购有疑虑，是因为赖总统的台独立场。我们赖清德政府还是坚持他要台独。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当然对于140亿的军购，他会有所疑虑，因为他会认为你买这个武器是不是为了要发动战争？就是因为赖清德总统他传递了错误的讯息给国际社会，给美国。透过我们在美国的相关的这些外交管道持续来去斡旋，相信说在全力争取之后，那军售的部分还是能够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武器资产。民进党立委就分析，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的讲法应该是变数，还有烦恼，不过并不是最后的定案。军售议题嘛等待台湾甲美国之间正式管道继续沟通。记者综合报道。自这美军20伫咧日本富士山山脚靶场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展现强大威力。根据着日本媒体共同社的报道，为着6月到9月几场美籍联合演习，美军也规划甲暂时伫咧鹿儿岛关驻卫队基地部署海马斯和提防陆基中程飞弹系统。听候这演习结束了后呢，这提防就会放伫咧驻日的美军基地。媒体是认为讲，这就代表美军伫咧第一岛链顶头，甲这精准打击的这个系统安排伫遐，变作是常态化，背书就是要针对中国共款。在日本富士山山脚，驻日美军20使用哈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15分钟内发射12粒火箭弹，展现强大火力。After each launcher is done firing 6, they will then go to their next high point to maintain that little amount of detectability. 美军甲日本自卫队嘛要伫6月、7月、甲9月举行至少3场联合军演。根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美军规划头一届伫鹿儿岛县的自卫队基地暂时部署海马斯甲提防陆基中程飞弹系统。演习结束了后，提防也会放伫驻日美军基地。共同社分析，这代表美军伫第一岛链的精准打击火力会常态性部署，牵制中国的意思正重。陸上自衛隊とアメリカ海兵隊が国内で実施する日米共同の実動訓練であり、日米の連携強化や共同対処能力の向上により、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の一層の強化を図るものです。对传习会后的美中日关系，日本驻中国大使金三宪伫接受专访的时阵讲，美中会谈对印太区域来讲是好代志，嘛对日本有利，也是真互人关心的台湾议题。日本声明希望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只是这阵啊台海空袭也是无平静。美国飞机 U-2，这里是中国海军175舰，你已进入中国台湾24海里海域，此处为中国管辖海域。
I'm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 airspace. 军事媒记录2日半暝，中国军舰真济解公布，要求伫台海的美国军机离开。不过美军回应是伫国际空域执行合法军事活动，甚至重复超过20届。这个期间，咱国空军嘛公布赶走进入 ADIZ 的强机，形成中美台三方空中对立。记者综合报道。那种会危害到咱国家利益、危害到咱生命，这罪行是咪爱甲判较重呢？来看这空军进前的飞行官苏俊廷退役了后，去互中国的政治人员接收起，再去找这空军的哪吒管制官柯天成，用226000块的代价，甲台湾应对解放军军机侵略的方案泄露予中国，其中也包含国产雄三飞弹的战场运用等机密文件。柯天成一审被判7年4个月，然后二审呢？是依照贪污罪，该判7年，褫夺公权5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确定。讲到这几年呢，这解放军的军机一直来扰乱台湾，互看做会当对付因的雄三飞弹相关的证据却泄露予中国。有专家认为讲呢，这空军哪吒官会当接触到的，可能是也未量产的空射型雄三飞弹，即是有关联。也若这相关的参数资讯，也有调整空间。这个哪吒官真歹接触到核心的数据，泄露机密冲击是真有限的。咱来讲到中国，不管是伫咧扰乱咱台湾，想袂到昨下晡呢，有4只中国海警船搁载来到金门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人员随用广播甲因处理。有立委来讲，这中国呢，真有可能会利用商用卫星地图收集咱的资讯。目前台湾的商用地图针对军营等敏感设施，拢无任何处理。咱若说法部表示讲，会找相关的业者来讨论。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与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海巡大声公布驱离，2日下晡4只中国海警船分做2组，为烈士南平甲廖罗东南方海域，同时间侵占金门限制水域。海巡艇一对一并行监控，海警船尾手全部驶离开咱的限制水域。除了面对中国铺设地带的侵扰，军事施压，就连商用卫星地图拢可能变作国安破口。为相片会当看到，军事营区的建筑物是红看现现，甚至也有中国网友为商用地图截图，甲台湾军事基地标注分析，包括弹药库甲军事设施的位置拢红知啊。李伟是指出，除了爱要求业者赶紧甲机密设施安起来，历史影像嘛要做伙处理，啊那么会成做敌方推测咱国战略更新的高风险看旁。图资它是有历史记录，它可以回去看、回去对比，突然出现就新盖的军事设施比对的毫无遮掩，除了要遮蔽影像以外，它连过去的历史影像啊，你都要遮蔽起来。韩国甲法国拢要求商用卫星地图业者对基本设施要进行查查，进前有业者无愿意配合，韩国直接禁止该业者伫境内提供相关功能。立委呼吁政府嘛应当强力管制。在整个的法令或是措施还没有完整之前，把数位的资讯从源头去做一个处理。降解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本身自己的隐蔽、掩蔽、伪装跟设施适当的移动，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那会引导业者采取适当的隐蔽的措施。Apple、Google、Microsoft 这3大国际业者代表开会。数法部强调，2日邀请包括 Google、微软、Apple 等3大商业卫星地图业者，针对包括军事营区等基本设施查查机制进行沟通。未来业者若无积极配合，会用要塞堡垒地带法、国土撤回法等法规处理。国防部是强调，会持续强化国军公开资讯管理加风险评估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松山有一间教室进行举办比武的活动，一个练军1年外30岁姓陈的工程师，互对手拍到头壳送病院了后，煞来昏迷，落尾犹原救无回来。业者含这个对手拢互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上办。警方甲体育局人员一早起来综合击倒教室，未进行无预警稽查。不过本来是营业的时间，因所无开门，铁门锁掉的，联络不到业者。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联合稽查。那目前因为场馆没有开，那也联络不到业主，刑事相应的部分我们已经报请我们的检察官，已经在昨天已经相应完毕了。那目前得知的消息是家属对这个案子
没有好像没有提出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反应。涉案的场馆伫咧台北上山，16办激斗比赛，因过刷团子以外，一个姓陈的工程师甲同款是新人的4个查甫人对拍，比赛到一半已经无防护动作，裁判判停止比赛。虽然比赛后一个知影人因过身体不爽快去看医生，尾后就人昏去，开刀抢救几多工，20不幸死亡。他现在目前很多是脚毛，对，所以他是说他现在暂时没办法回家。警方初步调查，30岁死者练拳1年多，比赛前有签切结书，上场的时阵要穿防护装备，现场要救护人员，尾下检方相检，初步判定死亡原因可能是头被重击，头壳内出血而死亡。场馆60岁业者，也个27岁姓柯的对手，和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上检方侦办。这个事情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当中，比赛需要对你们申请，基本上是。对这件案件，体育局讲，场馆有合法的商业登记，营业项目包括运动训练业，符合场馆设立规范。过来会找时间进行联合稽查，要求业者限期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龙牛市发生霸凌性骚扰案件，有查甫员工指控讲，主管会讲一寡歹听话，甲伊侮辱言语，害伊长期拢爱去看精神科。主管佫会乌白乱骂人，已经有真侪人离职咯。因为龙牛市表示讲，已经开始伫咧调查，若准有会依法办理。龙牛市女职员出面指控，伊的单位主管伫咧办公室讨论辅导农友业务时，竟然公开侮辱讲，当你是辅导农友去甲面床顶下吼，致使伊身心受创伤，爱看身心科，指控主管涉嫌霸凌性骚扰。他说限地是什么？叫他们来办公室啊，这边就是限地，干嘛去限地？是辅导到床上去了吗？对，那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然整个吓傻啦，因为你怎么可以？就是不管你怎么否定我的工作的能力或是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种羞辱我，甚至是已经是性骚的这种状态？受害女主表示，主管常常在办公室大声嚷，佮乌白骂一寡有空无损的。伊已经甲另外一名是一个查甫同事，针对这个主管提出性骚扰佮霸凌的申诉。那之后开始一直到我，目前总共有6位离职，就是调职。它原因都是什么？大概是什么？原因就是各种的。龙牛市这位是一个员工嘛指出，办公室对去年1月这个主管就任到单，前后有10外人请调，也是被逼提早退休。互人指控的主管再去嘛出面，表示伊无性骚扰甲霸凌的状况，伊对业务甲同事本来就有监督甲管理的责任。当一个主管一定针对我们业务的成绩与成果，或是进度以及整个人员的行政的东西都负有督导管理的责任。我们要看调查的内容啊，如果他调查的很明确，很快就结束，我们是说最慢2个月，并不是说2个月才有结果。龙牛市东区分署表示，目前专案已经启动调查，调查中爱保密，无方便对外说明细节。若是申诉的内容是事实，就会照规定处理。专案龙牛市一定会以公平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中某一间国小的棒球队发生这教练甲查甫球员性侵的案件，监察院今仔日公布这调查报告，认为学校聘用教练拢无事先调查伊的背景，这教练根本就是前科累累。因那台中市教育局也拢无伫咧监督，对这2个机关单位提出纠正。台中市一间国小细上的棒球队教练，2024年红标出伫任职的6年期间，对未成年的球队球员性侵害、骗诉含翕性影像。监察院日公布调查报告，指出学校并无落实去查无责任的人员，完全无发现这细上的有威胁的前科和教练前过期的问题。教育局嘛无好好监督提供受害家庭咨询这资源，拢方提出纠正。学校单位他一开始聘请这个教练的时候，都没有上资料库去确认这个人到底安不安全。发生的时候，这些孩子的家长其实他们有提出咨商等等的一些需求，教育局他也没有去做很好的普查，到底有哪些孩子。台中地检署在去年7月第一波起诉，认定细上的教练涉犯强制威胁、强制性交等90项的罪名，先查出有32个还未满14岁的少年受害。今年的11月和今年的4月，佫查出2波受害者，目前先后拢总有53个人。学校承认疏失，而且检讨改善。教育局是讲，已经对前后任的校长、承办拢总8人定处，会加强督导学校严格审查聘用人员。查询系统的部分，我们也落实1年是3个月一
去，我们都非常的谨慎来把关。加强督导学校落实不适任教育人员禁用前后查询作业，确保校园人员禁用透明、审查严谨，保障学生安全。台中高分院表示讲，世上的教练二审释放驳回上诉，为其一审涉犯90罪，分别判3年半到8年半不等的刑期。目前还有其他性侵害的案件，检警当在侦查。世上的教练在去年底都已经去坐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这警方抓到2个诈骗案件，一个是59岁，一个是68岁车手。因为这个车手共犯的拢是少年囡仔，或者讲照讲是这个老大人欠钱用，或者是讲互人诈骗啊，想要把这个钱赚倒转来。希望政府呢会当加强宣导，唔通互民众认为讲做这车手做无当。老大人行入去派出所，前几天啊，伊伫咧屏东火车头要甲被害人交接现金，当场互抓到。你怎么来的？啊？你怎么来的？警察嘛抓到另外一个59岁男性车手，去用抓时阵，身躯有47万的差钱。嫌犯受诈骗集团指挥，利用加密通讯软体联系并跨县市流窜取款。高雄警方伫咧今年初到4月底，拢总抓到36个65岁以上的车手。也若警政署去年1月到4月统计资料，全国抓到约13000个车手，其中主要年龄层伫咧12到17岁，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比例虽然较低，不过嘛有1/5。学者就分析，高龄车手变济现象，可能是因为经济需求，也是要去用骗，想要趁钱报回来。也毋过诈骗集团对车手用了就赚的概念，可能嘛会用伫咧老大人身上。根据刑法相关的评价当中，如果年纪比较大的，也许他因为可能会是其情可悯，有可能获得比较轻的一个刑度。我想这都是一些诈骗集团很精准的利用年轻的或年老的一个相关的原因啊。学者就认为，车手的年龄可能倾向极端化，主要可能就是因为诈骗集团认定这2种族群拢是会当判较轻的族群。提醒政府对老大人除了防诈观念爱提醒，嘛要强化法治的观念，避免变作是诈骗集团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南的山野特别大出咯，这狱政分局启动护告专案，这个警方、民防也个义警，甚至是社区的巡逻队，大家做伙来巡逻，要保护农民的心血。药剂正山野农民一早起就去园内面工作，药剂分局的警察也顺势合区内感有可疑的人士，而且向过农宣导。这份药剂分局启动护告专案，结合警力、民防、义警加社区的巡守队，专案顺受果子园，防止有人偷办。认为讲路边就是大家伊就会当办安尼啊。唔知是咱的，唔知讲迄是咱的财产啊。早暗拢有伫遮巡逻。台南的山野就即尾大出，这群农民正等咧买办，惊讲有贼仔来偷办。药剂分局除了请农民装监视器感应照明灯，若发现有可疑的人车，是赶紧通报分局。药剂分局也边警力协助农民，无定时去果子园内边巡。最近2年偷办的案件，只敢若剩2件。近2年护果专案期间，发生数持品均为2件。那显见本分局勤务作为与农民的合作防护网卓有成效。近期亦针对常见的网购水果诈欺案件加强防诈宣导。药剂的山野，互人讲是热片的红宝石，也是山区较有代表性的农产品。最近也有真侪诈骗集团伫 FB 等网络社群平台，盗用别人的相片，假讲是产地直销来诈骗。药剂分局请民众将经有公信力的农产行销平台，伫网络顶尾唔通贪俗。若拄到有可疑的代志，随卡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查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照镜化，中央政府提出0到18岁升中津贴，一个人1个月领5000块。那0到6岁是领现金，6岁到18岁一半领现金，另外一半是欠入去未来口座。卫福部表示讲，升中津贴会甲现有的幼囝支持政策来配合，也就是讲，若准加上政府本地有推动的0到6岁幼囝津贴5000块，有囡仔的家庭1个月上少会当领到1万块。去
抢救即阵囡仔生少的问题，中央阁推出0岁到18岁成长津贴的政策，希望刺激生育率。甲即阵育儿津贴比较，育儿津贴6岁进前，头一个子女每个月5000块，第二个子女每个月6000块，第三个以上每个月7000块。发的方式是专业现金。成长津贴是0岁到18岁，每人每个月5000块；0岁到6岁专业现金，6岁到18岁一半现金，一半寄入去未来考试。共同的所在是两者拢无白付。你明年开始实施了，2000亿怎么来？你告诉我。我们在考虑这个政策对策的时候，我们当然有考虑到国家财政的结构跟能力。对于我们的一些的比较辛苦的弱势的这个家庭，其实这一部分能赔不起了。最后我提个很大胆的了，老实讲，这个这些政策不如说生一胎给100万啦，这更好啦，认真思考啦。那更要考虑财政问题。也若领养也是安置机构的囡仔，是不是法度也会使领津贴？卫福部讲，这个囡仔有户籍资格，就有机会纳入适用范围。而且0岁到18岁成长津贴未来实施了后，是即阵育儿津贴加托育补助以外单独发放。换一句话讲，伫6岁进前，每个月至少会使领到1万块。有这个成长津贴议题应决议论，也正做选举并政见牛肉焦点。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讲，育儿的政策地方会使甲中央斗阵来拍拼。台北市政府，我们在过去这几年也率全国之先推了非常多友善育儿的政策，地方的中央就会一起共同努力，打造更加友善育儿的环境。加码0到6岁的孩子，我们每个月再加个1000元，用更多具体的作为来支持年轻的父母们。要参选高雄市长的民进党立委赖水龙表示响应，发出政见，阁增加高雄0岁到6岁囡仔每个月阁再加1000块。也我对手瓜志文也质疑讲，育儿政见的财源要对倒位来，必须要讲清楚。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中央即阵敢若公布成长津贴的原则，也阁有算经费的来源、实行的详细，一定要讲清楚。像是中央甲地方分担比例，嘛影响这个市政的建设。记者综合报道。关西顶公所今日表决通过，宣布要来发这石油津贴。5月至9进前呢，户口伫咧新竹关西，每一位民众就当领到5000块，加收入户一户加发2000。这店长陈光彩表示讲，按算法26000人上紧8月来发，那总经费大概爱开1亿4000多万，真是2026年扣掉必要支出所中出来钱，行做全国头一个发石油津贴的地方政府。举手。举手表决达成全数拢同意。新竹县关西镇民代表会第2日审议关西镇应用国际精细强化地方润性和进行发展自治条例草案，确定要照公所的提案，发予大家镇民5000块的石油津贴，变作全台第一例。在115年度，我们去年度审完预算之后的税基剩余，跟我们今年115年1到5月之间，我们其他多余的收入部分还有预计。我们关系政的结余款有10亿，我们并不是去卖财产或者是去借钱来发这个钱。关西镇民代表会强调讲，这不是把债务留给子孙，是利用会计有剩的部分，加上关西有回馈金，应该用在人民的身躯顶。目前议定1个月至9进前已经设置在关西镇民做发放的对象，无排付条款，大家人发5000块，计收入户加发2000，伊个总费用差不多1.4亿，上近8月会来执行。电费都上涨，那这样子对，如果是家境比较困难的话，会很有帮助的。从中央政府就开始了，就已经开出了很多的那个福利支票啊，像中央也这样说，那我就全体效尤嘛，只要我财政状况好就会去做。虽然民众真痛，但是学者分析讲，地方政府这破法虽然是合法的，但是真罕见，对地方政府财政纪律也是相关冲击，应该斟酌评估。另外，油价的状况嘛持续受到关注。截至24日晚间12点，维持中午5000汽油33.9元，超级柴油31元，这已经是国内连7周冻涨，中油累积吸收金额预估是150亿元。外界关注是否应该开始补涨弭平亏损，还是要去反映过去中油吸收的某些价格涨，不涨那个价格，那就是没有用油的人去补贴用油的人。学者分析讲，虽然国际油价是落转来，但是同款支持国内适度来调起油价，降低政策性负担累积的冲击。卡使中油的财务状况无理想，嘛影响到中油的投资成本。中油表示是为了照顾国内民生和平稳物价，才维持无起价。对未来敢有可能补起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AI 晶片大厂超微董事长苏姿丰宣布，要伫咧台湾投资美金100亿，伫台湾发展 AI 设施，也要和台湾这些合作厂商组成供应链，提早布局，确保讲一直到2029年的 AI 产能需求拢有够的。这个消息一出来，也带动今仔日台股来抢权，去899点，收伫咧42267点，又阁是打破台股收盘纪录。超微 AMD 执行长苏姿丰赶伫6月初台北国际电脑展前，先后访问中国上海甲台湾，第3天快速访台了后，日结束，高送100亿美金的投资大礼，要甲真侪间大厂合作，打造机架级 AI 基础设施。AMD is at the really leading edge, one of the first users of some of the advanced packaging technology, some very complex substrates, and also some of the rack scale design. And so what we are doing with a number of our partners is to really co-invest. 包含先进封装基板一家机架级系统建构，先进封装测试的日月光食品伺服器大港的伟影伟创等真侪间公司，互人点的是合作的名单。伟影董事长洪丽玲分析，客户变做解决方案的共创者，可能是来找一个叫做知识的伙伴。我想台湾的 ODM 应该要自诩自己变成知识的伙伴。苏姿丰伫论坛讲到对产业未来想法，伊讲人工智慧是过去50年来上界重要技术之一，因为差不多每一人拢会当得到好处。经过科技演进，几多年才看到变化。即卖技术甲能力差不多每个月拢换新，是推测运算需求的重要原因。So you're starting to see CPUs grow. You're starting to see also some ASICs grow, and as I said, the timing is actually pretty fast right now. 伊讲到的应用使用到的晶片 ，AMD 同时有 CPU、GPU、ASIC 这关键元件也是优势。另外，对于 AI 一直改流行，是看好实体 AI。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 that has all of it together is right here in Taiwan. So we all view that this is really the center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we're bringing out. 若是 AI 帮盘记录，苏姿丰以棒球赛做例，讲即马才拍到第3局，目前抑搁伫咧真早期的阶段，强调敢若 AI 资料中心相关市场，未来3至4年规模会超过1兆美金，未来5年 CPU 的市场，当年会成长超过35%，搁对需求持续的扩大。记者采访报道。虽然台湾人去到这中国旅游有禁团令，不过观光署统计今年头一季去到中国旅游的比例超过16%，敢若输日本尔。另外有旅行社方别讲咧，伫台北旅店的单位打出中国文化参访团的行程，业者强调这行程已经退掉了。那观光署今仔日派人去查，也进一步调查。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拜5起过，大间旅行社拢打甜一甜的广告文宣，希望会当请更较侪旅客。不过有名的5号旅行社煞互人逼出伫个旅店单位打出前往中国大陆的文化参访团的行程，引起争议。业者赶紧对外回应。因为在布展的时候是由厂商来去做张贴的，可能厂商呢他们并没有留意到这个部分，所以这是一个误会啊。一切呢，旅行社这边呢是符合了主管机关的规范。业者强调，一切符合主管机关的规定，已经贴出可能引起误会的广告文宣。不过，单位顶悬的卡塔洛区也会当看到因中国大陆文化参访团第2人上悬减1万块的文宣。事后业者已经用红笔伫顶悬拍册啊。另外一间旅行社嘛，互人翕到伫个香港澳门的文宣写内蒙古文化参访8日的字样。在政府法规里面，文化参访包括自由行其实是可以的，只是说为了怕说不要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遵照观光局所规定的事情，那我们也还是以推广自由行为主。旅行社表示，已经贴出相关的广告文宣，嘛坦白讲，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解禁中国的旅游团，因为就算中国旅游团的禁令无放令，民众私底下问的嘛真多，甚至有些旅店的民众坦白讲，想要去中国省，敢来当私底下组团。想去，在这里一定没有，现在没有大陆团呐。然后我们会去，但是我们就是私下旅行社自己去找。现在走私下的多的是。朋友找我才会去啦。观光署发声明指出，旅行业不得招揽无特定的旅客组团去中国团体旅游。已经派人前往勘查，旅行社嘛已经贴出相关的文宣，是不是有招揽的行为，会依照属实查明状况来认定。业者遵守规定，才有办法保障旅客的安全跟他们的一些保障。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呼吁业者，一定要遵照政府的规定。旅行社讲，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第一季台湾人出国前往中国的比例是16.2%，敢若比日本较少，占出国热门地点的第2名，显示民众确实有想要去中国旅游的意愿。希望政府会当赶紧解除中国旅游团的禁令，恢复英国的观光商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外海对昨开始呢出现规大阵的乌鹅，数量有超过50只。有当时啊，敢若会当看到因的头领领，背出是浮起来，甲你偷看真古水。尤其讲会当看到遐尼大阵，实在是真好运。海面有一大堆乌色的形影，迄就是人咧讲闽南海岸的乌鹅。对日一早起开始，伫花莲港北边吉来片顶台外海域，互人发现超过50只。刷落来航班嘛发现因一路往南。上海岸的业者表示，今年因红发现的时间有较早一点嘛。通常要在夏天的尾段，秋天开始才会比较常有机会发现的短支领航鲸，大约50多只的群体，并且有母子队向南游。那他们就在港水外面。趣味的是，这阵乌鹅有时阵会伫水面定现徛伫咧姿势，甲头探出水面，四界偷看的动作，亲像嘛咧观察上海岸船的动态。和上海岸的游客是感觉有够古锥，像是那个潜水艇的潜镜，它就升起来，然后看一下海面上有没有什么动静这样子。对，那可能是我们现在是认为说是一种好奇的表现而已啦，它可能没有说。很明确的对应到说它是不是有什么明确的功能或目的才做出这个行为？对，但是那个行为确实很可爱。乌条海洋文教基金会强调，乌鹅分做底基的甲长基的两种。花东外海出现的大部分拢是底基的乌鹅，会伫较深的海域活动。每当5月到10月会互发现，上侪是伫咧7月。今年出现虽然无较早，不过浮伫水面偷看这个动作，真正是真罕尼看到。记者综合报道。这乌鹅看煞，咱来看台湾北海猪，讲到这台湾北海猪强要动静啊！西部沿海全无到50只，想要到家己当少有渔民出海撞到一阵北海猪，佮对着因的渔船啊，收尾1公里，渔民也赶紧用手机啊，甲伊翕落来，咱做回来看卖。快接过啊！5尾、6尾。一边咱算白海猪的数量，一边用手机来录影。当初渔民以外看到真侪尾的白海猪，数量将近要20只，伊赶紧用手机甲珍贵的画面翕落来。我伫遮就看到10几只、20只咯，足爽的，唔只会甲录起来，伊佫足乖哦。佫伫对我的船啊后，佫兼我的二边后，一直对我耳摆安尼啊。影片中的海豚哈，经过特征鉴定啊，鉴定是那个就是太平洋驼海豚。那这个又在我们台湾的话，它又叫做台湾白海豚，或者属于中华白海豚。翕到白海猪的是嘉义县东石的渔民，伊出海伫外线顶洲作业的时阵，拄到罕见的白海猪家族。渔民就讲，白海猪佮对伫船啊甲湖边仔的后壁收尾1公里外，已经真近我内海啊。它本来就是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我们台湾的流域的。那目前在我们台湾的那个四周呢，它大概存活不到50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族群呢，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族群。目前台湾白海猪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来作用要动静，嘛是台湾一级保育类动物。渔民讲白海猪佮合作马祖鱼，伫逐当旧历3月马祖生的前后较看会到，即个会当看到规个家族，互伊感觉家己实在是真好运。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都市内面，三不五时拢会看到果子麻。台大研究团队对2022年到24年，拢总收集到426笔的这个果子麻通报记录，显示讲对果子麻呢是稳定住伫咧都市内面的新住民。民间团体也呼吁讲，政府甲媒体应该爱加强宣导这果子麻相关知识，也建议教育部甲相关的议题列入去课程内面，对都市野生动物建立着正确的观念。好多只哦！好可爱！果子麻一只对一只伫台大校园撞来撞去。台大研究团队统计，为2021年到2024年，拢总收集到426笔的通报记录，发现超过一半是伫台北市发现的，而且拢集中伫大安、文山、树林甲北投区，显示果子麻伫都市活动的情形是直直咧增加。研究团队嘛讲，果子麻毋是总入去都市，连都是稳定存在的都市新住民。其实分析了
个2022到2024年当中的资料的时候，我们总共有400多笔的通报记录。通报的台北里面呢，又以大安、文山、士林跟北投这4个区，刚好是离山比较近的区，那就这4个区其实就有白鼻性的通报记录，就还蛮多的。另外，研究团队嘛头摆发现，2只母的果子肉做伙饲囝的社会行为改变，这是以前的文献毋捌发现的。因推测是因为都市的食物来源较济，较毋免互相竞争。民团讲，面对果子肉都市化的问题，政府甲媒体应该加强宣传相关的知识，互民众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咱即摆民众会惊吓，我是感觉是免啦吼，因为伊袂伤害人。接受这个观念了，咱才会使去进一步去讲咱莫去甲接受。莫去甲饲，莫去甲拍，莫去甲虐待。民团嘛建议教育部爱甲果子肉都市化议题列入学校的课程，为细汉就开始建立观念，才会当落实人甲野生动物共存。记者吴正阳、林旭凯台北报道。中华风苑传出讲有这龙洞狗啊，总入去低调偷价低，造成农民的损失。但风所也呼吁农民呢，就要加强这抢围的管理方法，未来也会提供蓝马协助地方掠这龙洞狗。伫遐比伫壁边，详细看身躯顶竟然有袂少互狗仔咬空喙。中华风苑汉堡村这个月发生狗仔走入去低调夹猪的事件，造成几啊只猪仔受伤。在地村长表示，附近流浪狗真多，毋若会讲略，即阵佮攻击动物实在真困扰。牧场遐，即种一堆的啊，有20只啊，10只吧，就减拢有啦，嘛是会惊啊。问题是啥物处理？已经有发生几啊件对人啊发生。迄个跋倒的代志啦，最近就是伊会撞入去咱即个跳牧场内底，入去内底夹只猪，造成只猪的损失。村长表示，汉堡村有袂少流浪狗，即阵流浪狗除了会撞入去低调夹猪，甚至伫蛤蟆收成了后，渔民放水整理窟仔的时阵，走入去窟仔酸肠夹鱼仔夹死，造成农民渔民的损失，嘛惊会有传染病过滤，望相关单位会当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畜牧场加强周边围篱的建制避免让外面的流浪犬跟一些小动物跑到畜牧场。那另外，如果有流浪犬闯入那个畜牧场，因为那个侵犯农民的财产的话，农民可以拨打那个捕犬专线8590010。东方所表示，狗甲猪仔共通的疾病无济，但嘛是呼吁农民渔民加强饲猪场甲鱼温4颗冷冻的管理维护，对生物防疫嘛较有利。随后也会提供人仔协助地方掠狗。记者杨淑成中华报道。来看屏东嘉东有一丛100年的嘉东树，看起来就亲像这世界有名的摩艾石像，所以真侪人来这会翕相，也有人真介意这丛树啊，就甲边的土地买起来起厝，甚至是提供私人土地分化车路，对地方真有心。这个头像鼻子一样，人两个鼻子这样，有没有？啊，就下来就。那个嘴巴下来了。树壳碰起来树片啊，下面的部分生下骸，乡亲拢伫树仔卡比这丛伫屏东嘉东有100年历史的嘉东树，因为外形足像福华岛的摩艾像，这几年吸引袂少游客来翕相拍卡。有一位高雄的游小姐来拜访之前，看到这丛树，因为拄好树边的厝要卖，就决定买落来，甚至佫甲围墙啊揪起来，互道路较宽，方便民众和游客出入。我想说，这样子居民应该会比较好，而且至少不会撞上它。路本来就是大家在走的，大家方便我就方便啦。因为你撞到那棵树，你要重新种也种不回来。他为了这棵树牺牲差不多60公分嘉东乡长表示，道路粉刷工程已经伫顶个月完工，路宽对3米增加到4米半，连原本伫门口的电火条嘛刷去对面，避免视线死角。唔但会当降低交通事故，嘛对地方观光发展有帮助。嘉东乡亲表示，这个嘉东树拢有年岁啊，有人愿意为着老树啊尽一份心力，居民拢足学了杨小姐的善心举动。咱咧看物件嘛是拢慢慢一直成长起来啊，唔甲看甲这样子，安尼遮大丛，这种树啊，较早是几排啦。那我们嘉东乡这个部分呢，艺术家他就是取自一个这个嘉东树。就是我们这一棵嘉东树。对。乡公所目前规划，甲附近的100年嘉东树转水沟游泳池做观光连接，希望让游客深入地方，带动发展。连嘉东的门牌嘛用这丛嘉东树做代表，希望县府甲中央会使投入更较侪资源，做伙打造在地观光特色。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最近伫咧菲律宾一间教堂内面有发现到马尼拉万南人社区受细汉死亡记录的文献，这是300-400年前的资料，是真重要的文献。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也准备结合到科技考古、材料诊断、所谓典藏和历史基建研究，和这个外国团队呢做伙来重建这段历史。详细看这珍贵的文献，这是伫菲律宾一座教堂内底，互神父无意中发现的资料。内底记录着上万个海外华人伫马尼拉的生活分量。这个受洗部里面留下的珍贵的资料，大概在1730年代我们看到好一批的安亥人应该是念王亥的人这个王亥的人其实就是转租业人，他们整批的移民到马尼拉去，而且他们受洗了，所以跟台湾的移民史一对照，哎呀，刚好 match。两者相符合，就是漳州人先17世纪来，关鸠林大概泉州人18世纪来，所以这个材料呢，给予了我们很多去反映、去理解台湾移民的历史的过程。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也准备甲国外学者做伙重建这段历史，拜五也举办国际会议，邀请西班牙、菲律宾、美国、日本等等国家的学者来交流。Very important documents have been revealed in San Marco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 and very important also to the history of course, of the Philippines. I think that we must be very confident in the future and and the revealing of new documents, both in Manila, perhaps in Spain, who knows, or eve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year, there's a big conference on the Spanish coming to Taiwan 400 years ago. And so that dictionary that we have found is a crucial evidence of the work between the Spaniards, the Filipinos, and Taiwan. 清大研究团队指出，这摆活动的重点除了西班牙、甲台湾国际学术检讨以外，也针对文献保存、修复所谓典藏落去研究。跨国文献保存关系到几来单位的协调，正式的合作听书，佮需要各方面的推进。研究的过程后续也会甲大家分享。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2009年呢，一架对这巴西里约飞去法国巴黎，法国航空的飞行机发生意外，飞行机顶头228人拢过往。那这则案件一审的时阵呢，判这制造商空中巴士和航空公司无罪。经过17年的诉讼，这巴黎法院之一该判这两间财团过失致死罪成立，就要纳大票800多万的罚金。搜救队伫海洋中真艰难的把飞行机的尾翼甲残骸扶起来。这件法国航空史上上严重的空难，一审判决的时认定事故主因是飞行员操作不当。判法国航空甲空中巴士无罪，不过伫巴黎上诉法院经过全面重新审理，伫400多页的技术性判决书中指出，制造商甲航空公司伫员工训练甲检测器各种通报方面有明显的疏失，必须爱担全责。总算等到逆转的宣判，为罹难者家属带来安慰。La justice prend enfin en compte la douleur des familles face à un drame collectif d'une brutalité insoutenable. C'est aussi un jugement qui, pour la première fois, condamne des multinationales aéronautiques et place la sécurité au-dessus de toute autre considération économique. 虽望法官认定法航甲空巴过失致死的罪名成立，不过依法简单地判两间跨国企业各支付上悬225000欧元，大约新台币800多万的罚款。互外界批评，只是两个财团几分钟内就当赚到的钱。不过家属代表律师无认同流于形式的讲法，强调这是一场司法公平正义的实质胜利。Et je crois que c'est une grande satisfaction pour les parties civiles, parce que les magistrats ont tenu à faire du droit et qu'en équité, il était absolument inconcevable que les parties civiles que nous représentons ne soient pas reconnues comme des victimes. Aujourd'hui, elles sont des victimes. Il y a une responsabilité d'ensemble à la fois d'Airbus et d'Air France et nous sommes particulièrement satisfaits.
针对这项二审定罪判决，法行随后回应要上诉。空巴的委任律师是伫法庭外口发表争议谈话，讲这项逆转判决欠缺事实甲法律基础，完全偏离公理。空巴当场呛声，会上诉到法国最高法院，嘛代表这场17档的世纪官司也未真正落幕。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主张讲，这美国要掌控格陵兰，引起当地民众不满。美国伫咧格陵兰的省领事馆的利益启用，就几落百名格陵兰人伫咧外口抗议。也因为最近美国的特使去到这格陵兰访问，也表示讲，美国打算要重新启用格陵兰旧的军事基地，互当地民众是愈无欢喜啊。美国伫咧格陵兰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外口，有真侪人举着格陵兰的国旗伫咧抗议。美国新领事馆利益正式启用，因过受到民众反美国情绪的影响，当地政府官员超工会聘，拢无来参加开幕活动。发动示威的代表讲，川普种种对格陵兰的实名态度讲言论，拢无伫咧插格陵兰人家己的想法。But we're here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don't want to be Americans. We have democracy. And in a democratic world, no means no. 川普任命的美国特使兰德瑞，这礼拜去格陵兰进行伊就任了的第一遍访问。虽然美国伫咧一个对格陵兰的争议宣布摆渡武力手段，转向外交公道，不过兰德瑞20日伫咧接受法新社专访时阵强调，美国会重新布局，也会重新启用格陵兰的一寡军事基地。I think it's time for the U.S. to put its footprint back on Greenland. I think that you're seeing the president talk about increasing national security operations and repopulating certain bases in Greenland, and I certainly will be sending that message back to the president that everyone that I talk to here in Greenland would love to see the U.S. repopulate those bases. 格陵兰拄伫咧罗西亚甲美国之间的飞弹航线，而且有稀土的矿产、极地新航道一寡战略优势。1951年冷战期间，美国甲丹麦伫北约组织之下签格陵兰防务协定，美国会当伫咧格陵兰进行军事部署。本来格陵兰的美军基地有17座，即马只敢若存伫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最近有媒体报道，美国计划要伫咧格陵兰南部增加3座全新的军事基地，正明显会搁再触动格陵兰的敏感神经，也会互格陵兰搁徛伫咧地缘政治角力的上头前。公司新闻张锡芬编辑。泰国近日宣布讲，要甲大部分国家免签的泰语时间缩短，也包含台湾在内，对于60天变做是30天。虽然泰国政府说明讲，这是为着要打击外国人乱用这签证做一寡犯罪行为，不过也引起外国游客埋怨。泰国政府宣布要大幅缩短免签的时间长度。伫目前的制度下，有93国旅客有免签泰语，会当伫泰国停60天，其中多数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免签期限会改做30天。若准想要停较久的，就需要去移民单位申请签证。泰国外交部长希哈什表示，安尼做毋是针对任何国家，是为着泰国的安全。因为当局发现，本意是要促进观光的免签政策互南散用，真侪人用来伫泰国做人口贩仔、毒品走私等犯罪，所摆决定缩短免签证的时间长度。毋过有不少外籍游客认为，伫泰国旅游原本真自由，即马政策改变可能影响旅游安排。It would affect our plans a lot because we initially came here with no plan of all where to go. We just said we'd get 5 nights accommodation in Bangkok, would hold up there, and then we'd kind of figure out our plan from there. I think a 30-day visa though would really restrict you in what you can see in Thailand. 当地受民众認為免簽嘅規定調較硬呢，對維護治安有幫助。รู้สึกเห็นด้วยเนา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เราต้องขอวีซ่าเพื่อ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นเร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อ่ะมันมี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มากกว่า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ยิ่ง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เยอะ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ยอะอาชญากรต่างๆมันก็เยอ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คิดว่าไม่ค่อยเห็นด้วยกับเรื่องฟรีวีซ่าเท่าไหร่ค่ะคิดว่ามันควรมีมาตร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หรือว่า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ดกรองคนที่จะเข้ามาให้หนาแน่นกว่า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觀光業是泰國重要嘅收入來源，佔泰國 GDP 大約10%。今年目前為止已經有1200萬嘅旅客拜訪，不過2020嘅新冠疫情衝擊泰國觀光業，到達也未完全恢復。啊，若官方即馬又個有按簽證規定，業者煩惱可能進一步影響觀光收入。公司新聞由派準編譯。
全世界上界悬的山头圣母峰，前是昨仔才开放无偌久尔，当地时间21天，就274个人对尼泊尔成功爬到圣母峰，创下有史以来一天上侪人对尼泊尔爬到山头的纪录。其中上界涉练的挑战者是来自澳洲18岁查某学生。 叮当的脚步声，还佫会当听到爬山的人大气喘袂离。上百个爬山的人伫细山排做真长的人阵，按算爬去伫山顶。当年4月底至5月底是爬世界最高峰圣母峰的黄金期。今年才拄开放爬山无偌久，当地20都超过200人。同一天，为尼泊尔成功爬去伫圣母峰。On the 20th of May 2026, above 274 people. Summit successfully, including the climbers and the Nepali climbing Sherpa guide. 尼泊尔探险英文协会秘书长班达里伊讲，这是一天内上侪人成功为尼泊尔爬上山顶的纪录。顶一届纪录是2019年，当时的纪录是223人，其中一个上少年的挑战者是澳洲墨尔本的18岁女学生比安卡阿德勒，伊读澳洲的圣伦纳德学院11年级。It's very difficult. It's a really difficult mountain to climb because of the altitude, and there's a lot less oxygen up there. And even though we're using bottled oxygen, it doesn't make it any easier, and it's really difficult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but we just have to keep pushing and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and we eventually got there. 班达里表示，今年圣母峰开放爬山了后，已经有超过500人为旅游部门得到圣母峰登山许可证。对未少专家批评尼泊尔温存遮济爬山的人上山顶，可能会因为人阵伤济伤窒，也是长时间排队致使山坪出现死亡地带。对这代志，班达里认为爬山人分散伫无同的营地甲区域，所以未出现死亡地带。不过嘛，承认上好爱甲每天上山顶的人限制莫超过250人。公司新闻单思彤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0度。这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